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上礼拜嘅节目当中，又唔系得讲嘢，我哋看到嘅太埔炒房事件嘅讨论明细。下礼拜我哋会继续分析太埔案是二过长嘅争议。7月18日，中南太埔4户人家被苗栗县政府强制拆除过后，几多学者学生嘅同支持民众行上街路内路去抗议，太喊口号，今日拆太埔，听个日拆政府。因为除了认为政府太忙太出产，也看事情也本人发现到台湾的土地证书太滥撒的，生意也唔拉公开，唔拉抽签。节目一开始来看炒房的理由。渐渐的起啲中文神学。肯定营业，昨日心情唔好，彭秀春昨日按样，有时间一起就几10分钟。看那个稻田啊，油腻腻的稻田，这边以前都是稻田啊，晚上睡不着了，星星月亮啊，稻田。早上起来，有鸟啊，鸟它会叫我们起床啊。刚结婚的时节，庄生活彭秀春两公婆。喺樓隔壁連沙來漂屋嘅，開面爭推款買一下公益路、留言愛路、舊茶路係會屋嘅，1樓開藥房嚟做生意，2、3樓做嚟專做生活嘅蔬菜。不較苦啦，真係講苦啦，你我天數不卡，主要係啦。哦，咁嘛，慢慢咧嚇，佢一輕講反正佢我轉移咧，轉移條款，你就講老太，因為係學長咪，用老太我是本人，全部讓佢實施好的。一大早6點多，我先生就開店，開到晚上10點。我沒有偷人家的，我真的是很辛苦賺的錢。生意嘅太爺去讀書嘅，20條彭秀春就留啲屋卡嚟重點，閒閒做學做皮膚嚟消耗時間。雕啲別項嘅作品係佢南莊老屋嘅樣嘅，亦係佢情感條度嘅喎。這是以前弄的，就是像我自己有一個家，就這樣子，20年了吧。以前我們的家就是這樣子。旁邊都係稻田。對呀，山那個稻田，都為連暗時頭，彭秀春佢啲從門順學，看見路對面嘅巴士嘅站牌，等等聲音呢，邊學轉來木卡。每次我小孩子要回家上學回家，就在對面下車，我就可以看到我小孩子回來了。聲音嚟轉到木卡，彭秀春要開始啲醫療嘅組合無限做嘢，一準備聽音樂，老公攞聲音嘅片段，對彭秀春嚟講，落做下做事係佢最歡喜嘅時節。都帶便當，我先生上班也帶便當，帶便當啊！我先生他那個胃腸不好啊，他吃到外面有噴藥的那個青菜，一下就上廁所了。晚上煮多一點飯菜啊，就夾一夾，很簡單啦。20年前，裝藥房冇顏色，雖然一尺是一片暗太嘅，一垃圾衣服家人舒適嘅工藝咧。以前這邊有一個房間。一個大房間，小孩子都在那邊寫字、讀書，是啊，還可以啦，沒有像現在這樣子啊。一直到面前嘅公益路比法，政府嘅屋嘅比政府睇一般，不過國家唔承認，做嚟要細屋嘅查封大業最嚴拉嘅，總共國家人啲啊，既然30年，共同嘅生活基業係錢買唔到嘅。本來嗌多啲俾得，嗌多啲，是比平價多啲啲啊！86年是比少啲啦，少啲係都9隻位啊，係都9隻啦，唔看9隻啦，我哋不會喊車呢。所以先生覺得這個一個家是，不管你的家是好是什麼，你講豬窩銀窩不如我自己狗窩，就是這樣子啊！不管你家裡好壞。這個家就是說，我搬到哪裡去，那個是一個習慣的問題。我習慣在這邊的生活，就是習慣這樣子。
也係一個習慣，本人必定要改變。彭秀春老屋卡人當然唔肯。注定7月初5，苗栗縣政府規定嘅世界拆遷的2年前，太埔自救會老台中行政高等法院上槍嘅停止強制拆遷。唔過法院駁到專業，理由就係因為拆遷戶嘅家庭權自身法一條，唔係當然恢復嘅損害，就算屋卡被拆退嘅，就得賠錢嘅結業。7月18日，苗栗政府行卡利用太埔自救會雙倍以前前強制拆退中藥房一條師傅。這樣時，苗栗政府雖然前年辦家公司，嫌疑人家屋同有價值的東西打包以來，前買到為天氣實批一條被慢慢出來。不過，本彭秀春看做係保衛平鋪的作品，屋卡一條，就留專案恐嚇本歸屬一貼。本來想要進張藥局幫他搶一些東西，可是他們不讓我們進去。他們搬的東西只看得到價錢，他們看得到價值性的東西嗎？有沒有小孩照片？有沒有一些回憶的東西？屋卡被人拆退的，彭秀春的太奶葉按到葉，啲按來的一條盒，固啲轉條轉接度。此等啲濃厚厚嘅東西都演出掉出肥嘢，輕量品嘅啦，變幾多算幾多啦。係啊，因為冇可能講全部都變出來啦，因為你啊看啲成品，會變難啦。你啊要做啲叫幾多轉來，就叫。一兩兩嘅衫褲，一張一張嘅相片，我就係盤頭白嘅。狀元號老子覺天天嚟熱出來，不過對狀元號來講，有啲東西真嘅唔掂，應該飲盡一幕。中國也嘅肥業上到前關頭就會痛，而行卡唔敢半夜外看到會通常嘅情形。哪有送心聽嘅？哪有做嘛？係啊，看到有咩送心？係啊，那冇想講，看到你啊點樣用？點樣用上有咩問題啊？有可能個幫聽咩問題？我有繳稅，我今天沒有犯罪，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對啊，我現在我的家已經不見了，我要找回我的東西啊！就這些東西是我的無價之寶。用錢買唔到嘅家業，被人拆到搶存一身壁。彭秀春看那本苗栗縣政府推測嘅費用24萬2千元，拄好係6坪嘅土地證書補償費。也就係講，土地被人強制證書嘅，1仙錢都拿唔到。2011年到2013年，做內政部都市計劃委員，今年7月初一起事，我接到通知，內政部就唔繼續搶基業。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業楊崇新院長就當無奈何嘅講。太埔案會變做案樣，做件唔係都市計劃本身的問題嘅。因為從我的經驗，我想啊，這不是都市計劃不能解決的問題啦，不是都市計劃的問題啦，已經可能意氣用事啊，可能有，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恩怨啊，或者說呢，劉正宏想要顯示他的官威啊。事實上，做啲3年前，嗰陣時做行政院長嘅副總統吳敦義。建議大廈嘅時節，原天然不保留，留農地集中來挖，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發布。嗰陣時，苗栗縣政府也照定來做。行下第2010年，苗栗縣都委會第226擺會議嘅時節，同意做出王福基嘅建物來替代保留，仲要防用特殊嘅切割嘅方式來保留。第2011年12月，營建署都委會嘅第746擺會議。行下進一步確定採納，不過到係2012年5月，營建署都委會第755擺嘅會議，採用其他人陳詞反對意見，投入建議變停。為有按樣嘅改變，楊崇新院長講拍嘅係這樣是中央都委會嘅聲音唔功夫。那這個事情呢，理論上是應該組個專業小組，請公正的第三者陪同去做會勘嘛，這個動作沒做。這個也可以講說呢，現在的都市計劃的審議作業啊是不周延的啦，
不严谨啦。一只唔主导的声音，日本苗栗县政府遵照双方保洁，马卡斯群主讲，系照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建议。为了整个县的一个发展，然后必须以大众利益为主，当然是依据昨天的一个会议结论，我们就这个按照都委会内政部都委会的一个决议来办理。所以，但这段时间我们尽量还是会跟地主来沟通。19年来，假摆做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的杨崇信认为，无论中央也系县市政府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就算影响台中3000的权益，委员室有一半系官方的代表，另外一半专家学者也系署长来指派，有球员兼裁判的嫌疑。所以呢，球员兼裁判这个是严重，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它是关系到整个利益的分配啊！你说它的重要性有，这个是直接的影响到人民权利啊！到最后就部长批了就可以了，那怎么产生的？没人知道。因为各界的都委会都是由署长指派，委员会要用含义制作理由，直接由主席决裁，以少有大票的建议，含准媒体一协。故所一直本人证言，委员会是没做了客观的审查。那你找一批委员，你怎么会可能说找一批委员来对抗你的？顶多容许1个2个指标性的人，让人家看起来说，这个委员会居然也可以请什么人什么人，所以这个委员会还有公信力，它是要造成这个假象。土地征收一定要符合非常严谨的要件，其中第一个就是要促进公共利益。所谓的公共利益，不是县长一个人说的算。事实上，中南基地顺航铁天期计划案正开始系研制每一间的钢铁公司需要土地来开工厂。不过，苗栗县政府天天的计划度成立专期3抢有30公顷，占规则计划无到2%。其他大概45%、70公顷都係開發咗初測商業區。照內政府統計資料來看，2005年苗栗縣都市計劃區嘅人口計劃足以容納大概48萬3人，不過也係人口佔30萬邊呢。有學者就證言，更有必要做一計劃係。那你現在還有差不多300公頃的住宅區還沒用呢，足夠容納10來萬人呢。那你住宅用地也没缺乏，商业用地也没缺乏，你公园地还一堆啊，那你的居心何在？你借这个开发案是想要除了大帽子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繁荣地方，除了这个以后，背后是谁获利的？从这些人的手上夺走他们的一切，然后交给财团、交给建商进行炒作，让这些人无家可归。家是这些人的来处，也是去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埔朱阿嬷为什么会自杀，我们也会知道张药局的张先生、张太太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因为一样，太埔市纠纷第3年前已打官司，最高行政法院第2012年的判决指出，太埔的证书案有当问题，包括苗栗县政府无实际的执行证书前的大厦被尝试，内政部土地证书委員會無審查一個案的公益性、必要性，審查將有顯示一條重大的誠信問題，大多轉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來檢審。3年來聽說太埔市糾紛打官司，暫尊貴歷史講，苗栗縣政府輸得的機會動態，規則證書案也可能被撤銷。那因为现在行政诉讼很清楚的规定说，就说高等行政法院呢，它的审判必须要受到最高行政法院所表示法律见解的拘束。那所以呢，这个案子其实从这个点来看，未来台东高等行政法院直接撤销征收的几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不過，做啲司法判決確定以前，苗栗縣政府唔插正義盲結結，就圖太埔嘅師傅責貼，操實事實。學者就認為，係用破壞體的行政、立法、司法分裂的民主體制。
不管是都委会的决议、这个征收案，还有拆除，这些都还在诉讼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以行政跟司法分立的原则，在司法还没裁决之前，刘正宏根本没有取得拆迁的权利。每一个事情，当然这个法律的程序我们就还在，但是我们也了解，目前我们不能够等到，就是因为现在我们45亿的贷款的压力，我们就等到法院判决下来2、3年下来。那我们怎么跟地方交代？今天拆大埔，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明天拆政府。因为安样，呢度学者、學生嘅老省人嘅民眾將在行上記錄，表示對政府嘅不滿。學者向佢提出呼籲，看到太埔市區應該積極來討論修正土地徵收條例，向佢應該建立監督嘅機制，本都市計劃委員會向佢透明、向佢公開。你的準則，審議的準則要非常非常的明確。過去不太願意把它弄明確，弄明確以後呢，水清就沒辦法摸到魚嘛。那每個委員的行為要受監督，現在沒有監督小組，沒有，所以我準備成立民間監督都市計劃委員會的聯盟。人还在，没有关系的。加油！可以啊，不会掉他。第二煙第2個禮拜，莊生文發動農藥，留醫院參加專多中藥講本等嘅素材，目前境內看點搶存嘅第三邊。面對政府壓人巴嘅數團，而做研究都無目的嘅，我都講乜嘅，人家咩同拉嘢。土家鋪熱望嘅排嘢掉到別行。20人嘅委員特別挖下去，莊生文、彭秀春二人辛苦建立嘅家人，以下路本人參到送平，連愛分係嘅機會也冇。對政府來講，可能係照規定來做事情，依法憑證。唔過係政府唔肯，也算無法度實現結案正義。所謂嘅民主，也只係表面聽聽。